今日体育的消息来关心，比2005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资格赛，咱台湾队昨昏伫台北大巨蛋开始训练啦。36人的名单对外公布，内底是陈吉宪、林嘉正和曾志强的同款。另外，新的有张玉成，也有投手高林瑞阳、米转良的持续期拢有在内。按算1月中，100人的名单也会正式对外公布。合双手击球顺利，中华队伫咧世界12强棒球赛了，再一遍伫咧台北大巨蛋集训。这次队长陈吉宪第2遍穿台湾理会乌衫。我觉得穿上这件衣服啦，我觉得是一件蛮骄傲的事情。然后自己很幸运能够在短时间又穿下台湾队的球衣。再一次热身国手，也个连庄队长陈吉宪真欢喜，而且真惊呼。看到30人名单了，伊讲这边伊是全队内面年纪第2大的，其他的队员拢较少年，较有活力，也赶紧甲大家做伙培养合作的气氛。开训这天本来是要选30位人进入一份名单，要加进一个。也希望说能够在这段期间，然后赶快去确认每位选手他在整个准备的一个状况。那当然多一位选手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多方面的去考量，然后去组成最好的一个28人名单。作为一个球迷的角度来看，我相信这个也都是无论在旅外的部分或者在中华职棒，也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些选手。36人这份名单，投手19个，如日本的高林瑞阳，也个未全良的王牌投手七落希拢包括在内。保手包括林嘉正、陈虎杰、张少雄加陈仲虎。内野手有8位，包括去年因为受伤辞退12强的张玉成。内野手有陈吉宪、陈志豪等5人。张玉成讲，过年时阵也一直伫咧训练，这马总头外伤已经不要紧。就是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对吧？所以这样挥击起来都是很顺畅、很正常。开训典礼了，选手就随开始训练。战后故讲，也无报道的女娃球员，按算伫2月初10、94会登来报道，并且伫咧15会公布28人正式名单。伫12强了后，规个团队自零重新开始，希望球员会当拍出拼全力、想要赢球的态度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